應該大聲過佢哋頭先嗰啲人，我種嘅嘢打嘅嘢，大聲，大聲過佢哋嗰啲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佛說彌陀寶懺法卷下讚。阿彌陀佛，無上依王，唯唯金上放毫光，九品蓮光，同願往西方。南無蓮池海會菩薩摩訶薩，南無蓮池海會菩薩摩訶薩，南無蓮池海會菩薩摩訶薩。佛說彌陀寶懺法卷下，往生法願分第七。又舍利弗，極樂國土眾生生者，皆是阿比跋致，其中多有一生補處，其數甚多，非是算數之所能知之，但可以無量無邊阿僧示說。舍利弗，眾生聞者，應當發願生彼國，所以者何？得與如上諸上善人俱會一處。舍利弗，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緣生彼國。南無明照佛，南無最勝燈佛，南無斷疑佛，南無莊嚴身佛，南無不虛暴佛，南無覺悟佛，南無花相佛，南無山主王佛，南無善威儀佛，南無遍見佛，南無無量名佛，南無寶天佛，南無滅過佛，南無持甘露佛，南無人月佛，南無喜見佛，南無莊嚴佛，南無諸明佛，南無山頂佛，南無到彼岸佛，南無法積佛，南無定意佛，南無思願佛，南無寶聚佛，南無住意佛，南無滿意佛，南無上讚佛，南無持德佛，南無滿意佛，南無上讚佛，南無持德佛，南無無救佛，南無梵天佛。修持正行分第八。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聞說阿彌陀佛，則持名號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亂。其人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。是人終時，心不顛倒，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。舍利弗，我見是利故說此言。若有眾生聞是說者，應當發願生彼國土。南無花明佛，南無身差別佛，南無法明佛，南無盡見佛，南無德淨佛，南無月面佛，南無寶燈佛，南無寶燈佛，南無上明佛，
南無作明佛，南無無量音佛，南無慧南佛，南無獅子身佛，南無明意佛，南無無能勝佛，南無功德品佛，南無海慧佛，南無德世佛，南無邊行佛，南無開花佛，南無淨救佛，南無見一切義佛，南無勇力佛，南無富足佛，南無福德佛，南無隨時佛，南無慶音佛，南無功德經佛，南無廣義佛，南無善寂滅佛，奉讚勤進分第九舍利弗，如我今者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，東方亦有阿速比佛、須彌相佛、大須彌佛、須彌光佛、妙音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，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舍利弗，南方世界有日月燈佛、明文光佛、大焰肩佛、須彌燈佛、無量精進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，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舍利弗，西方世界有無量壽佛、無量相佛、無量重佛、大光佛、大明佛、寶相佛、淨光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，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舍利弗，北方世界有焰肩佛、最勝音佛、難追佛、日生佛、網明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，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舍利弗，下方世界有獅子佛、明文佛、明光佛、達摩佛、法從佛、持法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，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舍利弗，上方世界有梵音佛、宿王佛、香上佛、香光佛、大焰肩佛、雜色寶華嚴身佛、娑羅樹王佛、寶華德佛、見一切義佛，如須彌山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，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南無財天佛，南無正斷疑佛，南無無量慈佛。
線條佛，南無明德佛，南無花德佛，南無勇德佛，南無金剛軍佛，南無大德佛，南無寂滅意佛，南無無邊音佛，南無大威光佛，南無善住佛，南無無所負佛，南無利疑惑佛，南無電相佛，南無恭敬佛，南無威德手佛，南無智日佛，南無上利佛，南無須彌頂佛，南無淨心佛，南無自願策佛，南無離矯佛，南無應讚佛，南無智次佛，南無那羅達佛。聞法信願分第10。舍利弗，於汝意云何？何故名為一切諸佛所護念經？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聞是經受持者，及聞諸佛名者，是諸善男子善女人，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，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舍利弗，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。舍利弗，若有人以法願、金法願、湯法願，欲生阿彌陀佛國者，是諸人等，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於彼國土，若已生，若今生，若當生。是故舍利弗，善男子善女人，若有信者，應當發願生彼國土。南無常樂佛，南無不肖國佛，南無天明佛，南無雲德佛，南無甚良佛，南無多功德佛，南無寶月佛，南無莊嚴頂戒佛，南無樂禪佛，南無無所少佛，南無遊戲佛，南無德寶佛，南無應明清佛，南無花身佛，南無大音聲佛，南無辯才讚佛，南無金剛杵佛，南無無量壽佛，南無諸莊嚴佛，南無大王佛，南無德高行佛，南無高明佛，南無百光佛，南無喜悅佛，南無龍母佛，南無意願佛，南無寶妙佛，南無滅耳佛，南無法從佛，南無調御佛。護讚感法分第11。舍利弗，如我今者，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，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，而作是言：釋迦牟尼佛，唯能甚難稀有之事，能於娑婆國土、五濁惡世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中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為諸眾生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。舍利弗，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，是為甚難。南無喜自在佛，南無寶髻佛，南無離山佛，南無淨天佛，南無花光佛，南無淨明佛，南無威德寂滅佛，南無愛相佛，南無多天佛，南無須焰摩佛，南無天威佛，南無妙德王
南無靈愛佛，南無慈祥佛，南無妙香佛，南無堅海佛，流通普及分第12。佛說此經已，舍利弗及諸比丘，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，聞佛所說，歡喜信受，作禮而去。南無威密眼佛，南無珠海佛，南無人言佛，南無善逝月佛，南無梵志在佛，南無獅子月佛，南無觀察慧佛，南無正生佛，南無高勝佛，南無日觀佛，南無寶明佛，南無大精進佛，南無山光佛，南無得罪王佛，南無供養明佛，南無法讚佛，南無思明佛，南無電德佛，南無寶雨佛，南無救命佛，南無善戒佛，南無善眾佛，南無堅固慧佛，南無破有暗佛，南無善勝佛，南無獅子光佛，南無照明佛，南無寶成就佛，南無利慧佛，南無諸月光佛，南無威光佛，南無不破論佛，南無光明王佛，南無諸輪佛，南無金剛慧佛，南無吉首佛，南無善月佛，南無寶焰佛，南無羅睺首佛，南無樂菩提佛。我昔所造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嗔癡，從身語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懺悔。南無懺悔十方佛，願滅一切諸罪根，今將久遠所修善，回作自他安樂因，行願一切臨終時，聖緣聖境悉現前，願倒彌陀大悲主，觀音世至十方尊，仰願神光蒙授手，成佛本願生彼國，懺悔回向發願已，至生歸命阿彌陀佛。禮懺諸功